OK，2004年第51條題目就話喺 figure 入邊 TS、SQ 同埋 QP 都係 tangent to the circle， 咁分別喺 TR 同埋 P 呢3點啦。咁如果 TS 同 PQ 係 parallel 嘅，咁同一時間 TS 等於3，QP 等於12，咁就要你揾 radius of the circle。咁首先因為 TS 同埋 TR 都係 tangent from S， 咁所以呢兩條嘅距離都係一樣，都係等於3。然後啦 ，PQ 同埋 QR 都係 tangents from P， 咁所以呢 PQ 等於 RQ 等於12。然後啦，我哋將 TP 連埋一齊，咁因為 TS 同埋 PQ 係兩條平行線，而且夾住個圓形啦，咁所以呢，其實呢兩條線中間嘅距離呢，就係呢個圓形嘅直徑啦。咁同一時間，因為呢條係直徑啦，呢條係 tangent 啦，咁所以呢，中間嗰隻夾角呢係直角嚟嘅。咁我哋喺 S 點向下畫一條一樣嘅線啦，咁就會好似一個長方形加一個直角三角形咁樣。咁個直角三角形呢，就好似呢幅圖咁樣啦。咁我哋用 Pythagoras theorem 就可以計到2R 等於10，咁 R 就等於6啦。咁所以呢，答案就係 B 啦。